台东国小美术班的学生等特别制作地中衫，有大家顶南宫建国市场、高美湿地和东海大学学生用幸福时光将这主题参加这摆艺术征学日空替代活动。我们学到有关台湾的一些有名的地区、有名的食物。台中日空铁道景地真特殊，这几年将做热门登开景点，为着技术透亮这架车，台中市文化局邀请在地艺术家结合国小的囡仔参加这摆创作活动，设计能量的一个空间。那么我相信所有市民朋友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台中的幸福感。主办单位讲，佫亲像台中市会双营会装置艺术，希望透过在地艺术家布置和国小囡仔创意，和台中日空铁道将这民众来遮休喘佚佗的好所在。Hello， 我是郑慧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